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要对今仔日开始来做伙共读耶利米书52讲。今日早起，咱要来请静怡牧师娘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天父，互阮伫清早的时会当用学老祈祷读经的方式来亲近你。过去这2个月的时间，阮做伙读了历代志册卷，对大比王到西底家王，看到上帝，你不断用你的方式咧教导阮、警告阮。现在，阮也要做伙来读耶利米书，对耶利米先知。对耶利米先知来看，你对你利用的百姓所讲的话，对迄个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你的话永远伫地。求你，互阮哪祈祷哪读经，会当搁较认捌你，经历你的真实，靠住你的话来过每一个时刻。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咱耶利米书是伫圣经中间，若是对犹太人的圣经是排伫第11本哦，是这个先知书的这个后先知书。是伫咱基督教的圣经呢，是排伫第24本，就是大先知书。耶利米伫先知中间，算伊的著作真侪，字数最多，甚至比以赛亚书搁较侪。总是要读耶利米，毋是真容易，因为伊所挑伊会经过时代，甲以赛亚书共款，经过真侪的王。但是耶利米的时代是无以赛亚迄个时代遐尔平静。甲以赛亚比较起来，耶利米迄个时代是乱糟糟，伊的心头嘛抓袂定，总是上帝甲这个耶利米甲伊呼调，互伊伫真少年时阵就来做上帝工。所以耶利米是伫受掠进前的先知册中间，是迄个当时犹大国愈来愈害，外口有遮个国家，特别是巴比伦一直强起来，然后亚述嘛去互接掉。埃及嘛拍伊袂赢的时阵，所以内底君王首领甲百姓拢在拜偶像，才会道德败坏。所以咱看到伫其他先知书的中间，原来有对这个国家末期的形容，是约西亚是南国最后一个好的王的中间，虽然有遮个复兴，对3摆复兴，对于12岁甲即个16岁、甲20岁、20岁、甲26岁时阵，有带来国家的复兴。总是遮个复兴呢，无法度久长。直到约西亚的3个囝，甲一个孙，约哈斯王、约雅斤、甲西底家，遮拢惊歹。所以伫遮20几年中间，约西亚佫落来，即个国家就是快速的走下坡。这就是耶利米迄个时代经过南国最后5个王。耶利米这个名意思就是耶和华互伊高升亚权，这是伊的名。伊的名也是伊的一生，就是亲像这个名的见证共款。伊为着国家，为着百姓，为着上帝旨意，逐天流目屎，所以人号做伊是内眼先知，流目屎的先知。伊是祭司，伊的爸爸是祭司，希勒家的囝。希勒家这个名，检测咱会读的有一个印象，就是伫这个历代志的下卷的34章，讲到这个约西亚王的年间，26岁那一年，伫这个圣殿的中间发现这个律法的册，就交予这个大祭司希勒家。总是这个希勒家甲耶利米老爸希勒家是同一个人，还是无同一个人，袂当确定。有的讲是，有的讲毋是。那是安尼，耶利米就不得了，伊是大祭司的囝，是大祭司的囝。那毋是，总是伊嘛是一位祭司生伫这个阿拿托的，伊是对老母的巴肚就互上帝拣选。总是伊有老爸有老母，毋是玛利亚安尼来出世。伊的工作甲伊的见证，互伊一世人袂当娶某。上帝伫讲，也甲伊吩咐，伫即个所在服侍，袂当娶某生囝，生儿养女因为这亲像马太福音耶稣讲的，伫迄个末期要到的时阵迄个有因的即个妇人人有灾祸所以上帝互即个耶利米会当专心无受到遮个世俗的遮个烦恼。所以耶利米伊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先知，对于少年到伊年老。这个少年有偌少年呢？有的讲是16岁，有的讲是
岁，有诶讲是18岁，但是上少年到16岁，上侪岁到20岁，若平均起来就是18岁。亚利米是18岁中间，伊就来领受上帝话。亚利米书，拄则讲诶，对约西亚王，约西亚就是阿文王诶囝。然后呢，即个时阵就起来做先知。然后这是蓝色即个所在。伫主前的627年，到即个国家灭掉，主前的586年，总是伊做先知，国家灭掉了，伊继续做先知啊。所以伫狩猎中间，亚利米书继续在写，继续在见证，伊去到埃及，伫迄个所在所经历的遮个事。所以约西亚三个囝，约哈书、约雅斤、甲西底加一个孙约雅斤，这5个王的中间，亚利米将上帝话不断的讲出来。互咱伫历代志中间看无遮济，总是伫亚利米书咱看了真详细。甲伊同时期的先知有哈巴谷、有西番雅，然后伫即个中间有即个但以理，末期的时阵有即个以西结。但以理是头一批受掠的即个百姓，以西结是第二批受掠的遮个百姓。伫即个第1章第1节讲伫便雅悯的所在，便雅悯就是伫犹大上北边甲以色列交界迄个所在，总是迄种是包括以色列已经无啊，所以便雅悯伊嘛无一块即个线遮尔清楚。便雅悯的所在有一个城叫做阿拿突，即个阿拿突有一个祭司叫做希勒家，就是亚利米伊出世的所在，总是耶路撒冷拄啊，就伫即个便雅悯甲即个犹大的交接的所在，所以。等到伊要去工作上班，等到不止近，真方便。讲到亚利米伊的背景，伊是即个祭司，所以祭司就是阿伦的后代。阿伦有4个囝，头前2个伫咧服侍中间就叫上帝判死，所以阿伦传落来就是对第3个囝甲第4个囝。即个亚利米呢，就是第4个囝，上细汉囝，即个以他玛所传落来。以他玛即个亚利米的祖先，伫所罗做王的时阵呢，就是亚西米勒；伫大卫做王的时阵，伊的祖先就是亚比亚他，所以伊算是一个伫圣殿中间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家族，所以伊是甲即个以赛亚无共款。以赛亚是即个犹大有即个王的后裔，伊甲即个以赛亚是甲乌西亚王，是即个堂兄弟堂兄弟共一辈分的。总是亚利米呢是即个阿伦大祭司的即个后代啊。亚利米书拢总52章，分做4段，第1章就1段，第2章到45章，是讲到犹大的遮个语言，46章到51章是对列国的语言。所以即个对犹大的语言，即中间就是无共款的时间经历。总是46章开始到51章，就对即个犹大附近即其他国家所讲的语言。最后一章就是伊的附录节录，讲到即个耶路撒冷安怎来定论啊。所以去到头去到尾，整卷耶利米书就是在讲到对犹大国的预言和对列国的预言。今日咱要看是第1章，就是它的第1大段亚利米伊安怎受掉，会当分做4个部分来看。是先知亚利米的背景，然后上帝呼召伊，上帝互伊2个异象，然后上帝要求亚利米爱勇敢传达上帝话。亚利米的背景就是便雅悯支派阿拿突祭司城的祭司希勒家的囝，伊工作的时间是伫约西亚王主前627年，伫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到耶路撒冷一直受掠，主前586年，这是伊做上犹大国先知的时间。然后上帝呼召伊，总是亚利米提示，上帝坚持爱亚利米为上帝讲话，互伊应允，然后坚固伊的信心，然后要甲亚利米同在拯救伊。然后上帝就互亚利米看到2届显现，互亚利米看到2个异象，小等咱来读。最后上帝要求亚利米爱勇敢传上帝话，甚至上帝嘛甲亚利米保证讲，遮个犹大领袖王，也是遮个百姓，因袂当较赢亚利米，亚利米最后会比因较赢。好，咱就来看今日的圣经节，是亚利米书第1章，咱要对第1章读到19节，要请请伊牧师娘带咱先对亚利米书第1章第1节读到第3节。第1节，
这本册是耶利米的言行录。耶利米是便雅悯地区阿那突城一个祭司希勒家的囝。亚文的囝约西亚做犹大王第13年，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期间，到约西亚的囝西底家做犹大王最后一年，第11年5月，耶路撒冷的居民受掠去巴比伦的时，上主常常对耶利米讲话。伫这段的中间，就真底就来交代耶利米伊什么时代、什么时期啊。伫这个约西亚内，就是约哈书、约雅斤到西底家，所以伫约西亚最王的第13年，就是约西亚21岁时阵，耶利米差不多18岁左右。所以两个人的年岁是差不多真接近啊，总是两个人做工的时间。约西亚做王31年，耶利米做先知是40年啊，所以约西亚年岁较大一撮。总是耶利米做这个先知，就是来服侍这个王。通过伊是祭司的身份，期待会当周军，因为圣殿就是王宫的边啊，也来会当互这个王听伫上帝声，所以上帝毋是无要对这个王来讲话，每一个王上帝拢对伊讲话。总是咱一直读到最后时阵，看到这个王实在真害，甚至伫约西亚的中间，伊嘛毋捌去找过耶利米，毕竟耶利米上少年，只有18岁左右。这个18岁的少年，其实伫圣经中间还未开始来服侍，因为利未人祭司要做这个利未人要做工，是爱30岁做到50岁，25岁会当开始来实习。总是耶利米比这25岁更加少年，所以伊还没有轮到他了。但是呢，上帝就要精选伊啊，所以伫伊这最后中间，上帝通过伊来去讲话。所以这是耶利米伊的这个背景，然后咱阁继续来读，对第40到第50来读。上主对我讲：我还未互你伫母胎成形以前已经经历，你还未生出来以前就甲你分别做圣，选立你做列国的先知。上帝这句话呢，只有上帝对耶利米的呼召只有一句这句话就讲，你还未出母胎成形以前，我就已经经历这个成形啊，就是还未甲你创造，做伫这个母胎老母的腹肚内面，这个字呢，就是伫创世纪第2章，上帝创造亚当迄个字共一字，就是甲伊捏造成形捏造。所以上帝还未甲伊捏造出来时呢，上帝就已经来拣选这个人。意思是讲，这个人可能是对伊来讲，是对这个受精卵开始，甚至还未成做受精卵进前呢，上帝可能就已经认捌伊啊。这个经历，也是讲已经认捌你，伫后壁讲。还未出世以前就甲你分别做成，选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啊，这个拣选你，选召你，伫和本犯罪就已经认识你啊，这个认识，伊的意思就是已经甲你同房，迄个共一字就是捌甲有春啊，就是你的人拢还未生出来，上帝就已经捌你到有春，你还未来到这个世间，上帝就已经甲你定要分别做成。所以这个分别做成其实真好了解，伊就是利未人，佫是利未人中间的祭司，伊一世人就是爱分别做成。总是这个祭司一般是伫圣殿内面工作，但是耶利米伊的工作无伫圣殿内面，因为伊即马只有18岁，还未开始会当工作，但是上帝就要派伊伫这个国家来工作，甚至要对列国来讲话啊。好，咱来看耶利米安怎来引啊？咱阁请无枢纽来读第7节第6节到第7节第6节到第10节6到10。我应讲，至悬的上主，你知我还少年，阁含慢讲话。毋过上主对我讲：你毋通讲你少年，我甲你派去倒位，你就去；叫你讲甚物，你就讲。你毋免惊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安尼宣布。
上主就伸手摸我的喙，对我讲：现在我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里，我今仔日授权互你，互你伫列国万民做背出甲拆毁、破坏甲推翻中建甲财政的工课。亚利米伊听到上帝安尼即句话，其实伊无真快乐哦，伊颠倒足惊吓的。讲至关的上主啊，你知我要少年，搁含慢讲话，其实伊知影家己嘛少年，咱看伊嘛真少年，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去做列国的先知。减在伫亚利米迄个时代，有别个先知，也是伫亚利米的时代进前，伊就知影有遮个先知，以赛亚先知安怎样的服侍，伊拢有一个概念。但是伊无想到讲上帝竟然要使用伊，所以伊的意思是讲，甲上帝，亲像摩西去互上帝讲共款，我嘛是含慢讲话，所以伊毋敢去，总是上帝安怎甲回呢？上帝讲你毋通讲你少年，意思讲袂使佫讲。袂当佫讲你少年，上帝讲是我派你去倒位，你就去，叫你讲啥物你就讲。其实上帝安尼讲嘛是真简单，因为毋是讲你家己要讲的话，是讲上帝爱讲的话。你毋免惊因，因为遮因就是遮列国，包括南国，包括遮其他附近遮国家，毋免惊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保护你。可能少年是一个借口，甚至佫较惊吓是，去可能就是有死无活，就是拄着遮歹人，伊毋知要安怎去甲面对啊。总是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我就是上帝安尼来宣布。所以咱当看讲亚利米，伊细汉，总是伊会当听上帝话，会当甲上帝来对答，所以。伊毕竟是伫一个祭司的环境中间，伊安怎样就真细汉就会当来甲上帝接近，然后上帝甲伊讲了后，第9节，上帝就伸手摸伊的喙，哇！即摆毋是只有讲话尔，连上帝拢出手，上帝安怎伸伊的手，安怎摸着伊的喙，甚至佫摸伊的喙，会当对伊讲话，这咱无法度来想象。但是这毋是头一个，其实甲伊。头前，以赛亚上帝也是用一个火炭，来即个捂伫即个以赛亚的喙头，伫即个以赛亚书第6章，也是即个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比较慢的第2章，上帝也是摸伊的喙，所以上帝安尼甲伊摸一下，就是甲伊 touch，安尼互伊即个喙咧，无过来讲人的话，讲家己的话，是开金口讲上帝的话啊，这是上帝的喙啊，所以上帝甲伊 anointed，这就是一种的高抹，上帝甲伊抹高抹，互伊会当讲出上帝的话，然后讲手甲摸喙，上帝佫安尼讲，我今仔日授权互你。就是这个喙呢，是上帝代言人啊，替上帝来讲话，互你伫列国万民做背出甲拆毁、破坏甲推翻，才有4个动词。4个动词就是爱甲伊背出来，就是连根拔起。然后也是袂当背出来呢，就要从上面拆到下面，对顶头拆到下底。然后这就是要做破坏甲推翻，就是拢一样都不留，要将这列国，毋是只有犹大国，这列国，上帝拢要甲伊车倒。然后两个动词拢讲6个啊，后边2个就是中建甲财政的工作，就是上帝要来将这园仔，拢甲伊废掉，然后重新开始，重新起造，要互伊重新对头过来。这要讲的是啥物呢？其实咱来看，是咧讲这个先知，毋是这个国家，一个灭掉，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这个王权。但是咱若继续来睇落去，其实毋是要讲这个政权，毋是咧讲这个国家，是咧讲着上帝百姓、上帝子民，上帝要重新起造因、再建因。所以咱若继续甲看，亚利米看完的时阵嘛，袂当看着，这就要读到这个狩猎。倒转来时阵，八路过会时阵，狩猎进前的百姓，甲狩猎倒转来百姓，差上济的所在伫什么所在？就是因无够拜偶像啊！
狩猎进程吼，才以色列百姓对出埃及开始，一直到伫即个国家灭掉以后吼，即个中间吼，即个1000年吼差不多无到1000年，800-900年的中间呢，拢一直咧拜偶像吼，拜到真凄惨，因安尼愈拜愈忝到即个国家拢灭掉。但是狩猎倒转来以后呢，即个国家吼就无够拜其他的偶像，一直到伫今仔日吼，到伫今仔日吼，所以上帝安怎来废除，安怎来拆这个偶像，安怎来破坏、推翻这个偶像伫以色列上帝子民犹太人因的心内，这一切这歹物仔呢，上帝拢甲伊拆掉，然后重新来起造。重新来栽种，只有拜一个神，就是独一的真神，一直到伫今仔日。好，咱继续来看，其实这段还未了，爱连11集、12集继续来读吼，请无顺利带咱来读。上主对我讲：耶利米，你有看见什么？我应讲：我看见一支形树的树枝。上主就讲：你看了着，我不时警觉，要互我的话实现。上帝甲伊呼调，蒙伊的嘴，然后授权互伊，马上可以看到，好，所以有这个听觉，好，然后还有触觉，还有视觉，好，就是上帝安尼第18岁阵，好，就结合伊一个真强烈，好，一个这个甲上帝建立。上帝讲，叫伊名亚利米，哈，记得亚利米叫什么呀？上帝所高举，上耶和华高举啊，上帝所高举的人啊。你有看见什么？亚利米就应讲，我看到一支形树的树枝啊，杏树的树枝，杏树其实真水，看起来亲像梅花。这个树枝呢，有什么特色呢？为什么跟亚利米做先知有关系呢？其实不是这个看这个花的水，这个杏树呢，伊伫希伯来文，伊的这个希伯来话呢，听起来跟这个跟这个警觉跟警觉两个有谐音啊，谐音，所以这个杏树听起来就像是警觉，所以上主就用这个谐音来印，你看了对，你没有看错，我不是警觉，伊看到一个警觉，上帝讲我就是今嘛一直在警觉。上帝这个警觉呢，好像上帝在提防什么？这个警觉伊的意思呢，就是留意啊。上帝就是注意，盯紧，上帝一直在留意，要互我的话实现，所以上帝就是伊所讲出来的话呢，过去讲的，伫马拿西做王的时阵，伫约西亚做王的时阵，遮所讲的伫大卫做王的时阵，上帝不时在警觉，上帝在警觉，上帝伊是不时在留心，要互伊的话来实现，所以这是伫讲一段中间，然后搁请无顺利带咱读这个13集，读到16集13到16节。上主搁对我讲：你有看见什么？我讲：我看见一个在滚的鸭仔对北边行落来。伊对我讲：要有灾难对北边发出，临到这地所有的居民。我要甲北方列国所有的人调集来，互因伫耶路撒冷逐个城门口设宝座，围攻城墙，阁要攻击犹大逐个城镇。遮的人民去杀我，去甲别个神明烧香，跪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我要因为因的罪，甲因审判，甲因刑罚。伫遮13集，上主阁对我讲和合本犯罪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所以头前是上帝头一摆对伊讲话，就是你啊伫妈妈的腹肚内面，我就已经捌你到有剩。到遮呢是第2摆，甲亚利米讲话啊，甲讲啥问讲你阁看见啥物？所以过来啊，亚利米讲我即摆看到一个在滚的鸭仔，就是一个鼎。对北边拼落来，这个在滚的鼎，伫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在呼吸的锅子，就是在呼吸，会动，就是这个内底最近哔哔哔，已经噼噼噗噗，已经鼎的挂，已经在滚了，好像在呼吸一样。
小滚滚的鼎，即马对北边安尼车拼落来就是车倒啊，这个里面滚烫的若是水还是油，安尼已经车倒落来，所以北方北边代表的有三个，一个是亚兰，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虽然亚述跟巴比伦不是在正北方，但是他们都是从北而下，一路从经过以色列来到底犹大。所以上帝讲，这个滚烫的水呢，还是油呢，还是锅呢，已经要拼落来。然后就是上帝刑罚，要有灾难对北边发出来，临到这个所有的居民，要甲北方列国所有的人拢调集来，就是这列国的人拢爱来到这个所在，互因伫耶路撒冷大个城门口设宝座，这个宝座不是要互因坐起哩，这个宝座是一个审判，做审判。然后要围攻城墙，攻击犹大大个城墙就是这个王呢，这个国人，这个军队呢，拢要来这个所在，好像八国联军同款，拢一直来到伫北京的这个外口，要甲伊包围啊。这因为这人民去杀我，去拜别个神明烧香，跪拜家己的手所做的偶像。我们因为因的罪，甲因审判，甲因刑罚，所以这就是上帝要毁灭因的原因。总是这不是头一摆，对进前早就一直安尼，不过因为安尼，互上帝灭掉，咱国嘛继续因为安尼嘛互上帝灭掉。上帝已经互因时间啦，伫马拿西时代，上帝就要来毁灭，总是因为约西亚的时阵，约西亚的亡国，上帝阁加互因几十年的时间啦。继续咱阁查最后的3集，请无顺带咱来读。所以耶利米，你着准备好势，将我命令你讲的话，拢甲因讲，毋通因为因惊吓，才免我互你伫因的面前惊吓。你着会记得，我今仔日要互你诚做坚固的城，诚做铜墙铁壁，会当对抗全国，对抗犹大的王、官长、祭司甲人民，因会攻击你。毋久袂赢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上帝第二届对耶利米讲话，头一届是蒙伊的喙授权互伊，第二摆甲耶利米讲话时，重点伫遮，你着准备好势，将我命令你的话拢甲因讲，袂使讲家己的话，爱讲上帝的话，也毋通因为因惊吓，因为耶利米足惊吓，但是你若惊吓，我着互你伫因的面前惊吓。意思讲，你去到遐时阵，袂使骹皮皮喘，袂当面红红讲袂出话，袂当伫遐心肝即个皮扑跳，着爱伫迄个所在爱挑战，爱勇敢讲话，爱清楚，爱大声。因为上帝互你要讲话，毋是你要讲的，是上帝要讲的，你着会记得。我今仔日要互你诚做啥物呢？3项坚固的城，铜的墙，铁的壁，上帝要互你。比因搁较定咯，这就是城就是用石头来起的，这个墙呢是用铜，就是迄当时铜算是很坚固的金属，比铜搁定的就是铁，所以上帝要互伊真坚固，是互伊比搁较勇，即个当抵挡，这拢是防守用的，城墙壁，这3项的物件呢，都是被动式，毋是主动式，就是因呢，这全国，这其他列国，包括王、官长、祭司、人民，上忝的就是祭司啊。耶利米是祭司，总是甲伊共道的，同行的、同业的，拢要起来反对伊啊。咱读落去时，更较真着是真艰苦心。耶利米的老爸反对伊，耶利米的阿兄嘛反对伊啊，所以伊真正是。个人怨哦，无人欢喜甲伊做伙，只有上帝要甲伊同在。若是你要安尼做无？伊真正是做全民的公敌啊！但是呢，咱读完耶利米书的阵，咱会互耶利米深深来感动。伊安尼遮少年，遮尔啊无辜，但是伊竟然愿意安尼来牺牲。上帝拢甲伊讲啊，18岁时，因拢会来攻击你，毋过袂当赢你，因为你是墙，你是壁。
你是像嘛是这个城是坚固的，因为我甲你同在，你就成为坚固城，成为铜墙和铁壁。上帝嘛要保护你，所以你的城墙袂倒落去。上帝安尼来宣布。耶利米书的第1章，其实是最容易读的，越后面就越不容易读哦。但是咱通过耶利米书的第1章，这是要将整卷耶利米书读完的关键。就是这每一句话，这每一个上帝所宣布的，咱该记条，亲像咱是耶利米共款。安尼咧，后壁继续咧读的时阵，咱就转来看第1章，上帝安怎互伊有气力？为什么耶利米会当来讲出这个话？为什么要做这个代志？拢是甲第1章有关系。咱就当互咱真紧52天，就将52章来甲伊读完。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牧师娘，多谢大家，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伫今日要做伙来共读耶利米书，也互阮伫第1章的中间，阮会当有更较侪的资料，帮助阮会当来消化，会当来吸收。总是阮知影要读耶利米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也互阮知影，因为耶利米是伫一个无简单的时代，伫迄个所在来生活，甚至伊要做工课，也是无简单的工课。总是上帝你的话，确实是真实。上帝你伫即个第1章所讲的话，到第52章所有的代志，拢会当来显现，嘛互耶利米会当做上帝的工，超过40年久的时间。互上帝你要行的旨意会当来实现，愿主也赐福阮，互阮作忠心，亲像耶利米来顺服你的话，也愿上帝你的圣神来高抹阮，互阮每一个人的嘴拢会当来讲出上帝所欢喜的话，互咱阮所讲所做所行一切，拢会当来因跟上帝日益进人。愿上帝祝福伫阮今日的时间，也伫阮今日的敬拜。献上感恩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